彈鋼琴同畫畫，佢有相當造詣嘅小朋友陳建希。今日我哋再帶大家去睇睇琴晚佢喺市圖書館舉行嘅個人鋼琴演奏會同畫展。7歲嘅小朋友彈得一手咁好嘅鋼琴，令在場嘅觀眾都為之折服，全場座無虛席，亦都吸引咗唔少人企喺會場嘅旁邊靜心欣賞。成場演奏會，陳建希共彈奏咗《春之歌》、法國古歌同《白毛女》等中外名曲共27首。而家就讀於社旗中心小學1年級嘅陳建希，自3歲半開始學彈鋼琴同練習書畫，憑住濃厚嘅興趣同個人天賦，年紀細細嘅佢取得過唔少榮譽。5歲參加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國內選拔賽，獲得特別獎項培雷獎。喺香港決賽嘅時候，獲得兒童 C 組優異獎。喺首屆中國青少年演藝新人推選活動廣東賽區，獲得兒童樂器組第2名。演奏會當晚，畫得一手好畫嘅陳建希，仲展出咗自己近100幅書畫習作。現場仲對佢嘅書畫集進行義賣，並將所得嘅款項全部捐贈俾中山市紅十字會。本台記者報道。